治未病，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癌症同心血管病一直係世界嘅主要死亡原因。病人固然慘遭病魔折磨，照顧者同樣飽受煎熬，對社會資源亦構成沉重負擔。防大患於未然，勝於病發後治療。杏林之道，預防為先，落葉歸根，治療本源。我哋從雲芝 CoV1 菌株中提取雲芝糖肽 PSP， 保護病人血象同細胞免疫功能，補益精氣，健脾養心，改善化療同電療所致嘅氣陰兩虛、心脾不足症。中醫藥喺國際認受度同規管一直備受挑戰。30多年嚟，杏林堂以預防勝於治療為理念，與國內外知名大學及醫院合作，進行科學研究，弘揚傳統中醫藥知識，促進中醫藥嘅科學化、標準化同現代化，並研發出一系列增強免疫力、保護心腦功能、活血降脂以及補肺利氣嘅中成藥，扶正驅邪，立足杏林，放眼世界，杏林堂。